喺清晨嘅寧靜中，喺夜晚嘅燈火下，每日與主同行，喺愛裏面與主相會。我係阿青，讓我哋一齊打開心靈之窗，讓神嘅話語成為亮光，指引前行嘅方向。安提阿教會的興旺一，使徒行傳11章19至24節。那些因司提反的事遭患難四散的門徒，直走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並安提阿，他們不向別人講道，只向猶太人講。但內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，他們到了安提阿，也向希臘人傳講主耶穌。有古卷，也向說希臘話的猶太人傳講主耶穌。主與他們同在，信而歸主的人就很多了。這風聲傳到耶路撒冷教會人的耳中，他們就打發巴拿巴出去，走到安提阿為止。他到了那裏，看見神所賜的恩就歡喜，勸勉眾人，立定心志，恆久靠主。這巴拿巴原是個好人，被聖靈充滿，大有信心。於是有許多人歸服了主。請細心思想以上經文19至21節，呢度同第8章1至6節有呼應嘅地方，係一個新段落嘅開始。兩處同樣提及門徒因乜嘢事四散到各處呢？呢度特別提到門徒傳福音俾乜嘢人呢？呢一個同上一個單元所提到哥尼流一家歸主嘅事有乜嘢關係呢？22至24節提到母會耶路撒冷教會對安提阿教會嘅支援，呢度再次提到巴拿巴，佢係乜嘢人呢？佢點樣支援安提阿教會呢？讓我哋一齊默想經文對我哋嘅意義啊！門徒稱為基督徒，係從安提阿起手，意思係喺呢度之前，信徒即使信耶穌，亦都未被人稱為基督徒，可能只係被視為猶太教中新興嘅門派，其共通點係信耶和華係獨一真神。但猶太信徒否認耶穌係基督，所以呢啲特別認信耶穌係基督嘅人，被分別出嚟稱作基督徒。讓我哋亦都反思自己，作為一個基督徒與別人所信嘅有乜嘢唔同？我哋信耶穌係基督，信得明白嗎？行出所信嗎？基督既係我哋嘅救主，我哋對所蒙嘅救恩有深刻嘅體會嗎？基督既係我哋嘅主宰，我哋有將生命嘅主權交俾佢嗎？多謝收聽和諧頻道製作，每日與主同行。材料改編自國正網絡細味主物語，原作者楊海恒。好開心能夠同你分享上帝嘅話語，一齊研讀聖經，靈命成長。歡迎你喺我哋嘅 Facebook 留下足跡，聽日見啦！